大家好，我係哈魯男，今日同大家介紹一間喺羅湖關口喺正羅湖城入邊嘅老牌眼鏡店。眼鏡店咧已經開業20年，好受香港嘅朋友歡迎。佢哋仲有自己嘅眼鏡工場，30分鐘咧就可以配到一副眼鏡。大家羅湖口岸出咗關，行翻右手邊有個扶手電梯上翻去羅湖商業城，入翻去羅湖商業城，行翻過嚟中庭位置。呢邊有電梯可以上翻去4樓，行翻前少少嚟翻4154A 鋪就可以嚟到鴻泰眼鏡。入到嚟眼鏡店，呢邊有好多唔同嘅太陽眼鏡，仲有好多唔同款式嘅鏡框，唔同款式唔同形狀都可以揾到，啱晒大家嚟揀翻一個合適嘅鏡框，方便翻自己襯衫。又或者出席唔同場合嗰時可以使用翻。眼鏡店仲有多個嘅國際眼鏡品牌，鏡片都做緊3.5折嘅優惠，性價比非常之高，慳到嘅錢可以等大家喺深圳吃喝玩樂。開廿1.5漸進鏡片連埋鏡框，折咗之後優惠價都係500蚊，加埋防藍光功能都係加100蚊。依士路嘅1.5漸進鏡片連埋鏡框，折咗之後優惠價都係300蚊，加埋防藍光功能都係加100蚊。蔡司嘅1.5漸進鏡片連埋鏡框，折咗之後優惠價都係400蚊。呢度嘅價錢比香港優惠非常之多。呢度免費贈送鏡框，都有好多唔同款式、唔同嘅顏色可以選擇翻，總有一副啱心水。眼鏡店呢度配眼鏡配滿100蚊，仲可以免費送翻一副價值199蚊嘅太陽眼鏡，性價比更加高。眼鏡店幫大家驗眼嘅店員都有國家嘅高級視光師資格，見到眼鏡店有唔同嘅國際品牌授權嘅證書，大家可以買得放心。見到呢度有好多太陽眼鏡嘅款式，啱晒大家去戶外運動嗰時用嚟穿戴翻。鴻泰眼鏡喺羅湖商業城2樓2131號鋪，呢度仲有另外一間分店，有更加多唔同嘅鏡框款式，入邊仲有自己嘅眼鏡加工工場，入邊都好多香港嘅客人喺度配眼鏡。眼鏡店入邊驗眼嘅儀器都係屬於醫院嘅驗光設備級別，店員全程都係用廣東話同大家溝通，可以真正明白大家嘅需要，服務可以更加貼心，而且店員驗眼嗰時都好細心。同樣店員都有國家認可嘅高級驗光師嘅資格，同埋有其他國際品牌嘅授權證書，確保翻商品嘅品質。呢度就係眼鏡店入邊嘅自家工場，入邊有好多唔同鏡片嘅存貨，可以方便翻大家嚟呢度配眼鏡。最快30分鐘就可以幫大家配到一副眼鏡。入邊仲有啲鏡片嘅打磨儀器，大家即場揀完眼鏡，店員就即時喺店入邊幫大家嘅鏡片即時打磨，即時幫大家嚟加工處理好。成個過程都非常嚴謹同埋專業，大家嚟呢度配眼鏡可以更加放心。工場入邊有好多唔同機器，幫大家調製翻一副最合適嘅眼鏡同埋鏡片。喺入邊可以即時處理翻打磨好，全個過程都可以喺自己眼鏡店嗰度處理好，唔使假手於人。眼鏡店入邊國內嘅眼鏡鏡框都做緊3折優惠，同埋入邊嘅款式有幾千款啊，僅有一副啱大家心水，揀到滿意為止啊。同樣都有好多唔同嘅太陽眼鏡嘅款式。眼鏡店仲有好多新款嘅運動藍牙眼鏡，啱晒而家就嚟夏天，適合大家好多戶外嘅運動可以用翻。鴻泰眼鏡2樓分店側邊仲有一間摩登眼鏡，都係同一間眼鏡店經營，可以俾大家多一個選擇。入邊同樣有好多唔同嘅款式。喺羅湖城嘅鴻泰眼鏡配完眼鏡，呢間店係一間老店啊，開咗20年，
好受香港嘅朋友歡迎。而家咧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啊，而且咧位置咧喺羅湖關口，方便咧大家嚟深圳玩完臨走咧可以配翻副眼鏡啊。而且咧入邊嘅店員咧都可以用廣東話同大家溝通，同埋佢哋嘅店員咧都非常專業。大家咧下次嚟深圳玩都可以嚟鴻泰眼鏡呢度配翻副眼鏡。今日同大家睇到呢度先，中意朋友咧俾翻個 like 我，訂翻我頻道啊。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